来看开1亿2000万落起的台南7股游客中心早起来开幕，交通部长林佳龙特别赶来主持。因为进前1968旅游警示的 App， 台南市长黄伟哲炮轰交通部是甲地方有收属，所以这届2个人同台特别受到注目。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台南7股主持游客中心的开幕仪式。即马大家关心的，唔那是新的游客中心尔，也有交通部长林佳龙甲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互动，因为进前的1968旅游警示 App， 台南市有27个景点被算在内。黄伟哲就骂中央甲地方有冤仇，林佳龙嘛伫面册顶面写讲，伊是台南竞赛对台南敢若乡愁。两人伫这个代志了后，伫这个开幕仪式头一摆共台。两人坐同一排，阳光中有隔一个位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只是黄伟哲市长这摆话讲甲真水气。防疫顺时钟啊，滨观光一条龙，所以中央跟地方一条龙，我们把这个基本上把这个观光给拼起来。防疫顺时钟观光一条龙，这条龙讲的是林佳龙。那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来呢？中央地方合作，特别是我们交通部是很重视观光，所以我在半个月内就来了台南3次。甲进前隔空交火比较起来，两人这摆是相见欢。黄伟哲真地主之谊，热情欢迎。林佳龙嘛展现台南竞赛用心，全力斗相共，要拼观光。